洒的世界，无人袂懂。你记得吗？你记得吗？该秋天天春的西路，紧行紧冲过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紧往西日，该紧往西日头下，愿你嘅歌，袂唔记得路，袂唔记得路，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，行呀行。先生啊，我拄想要去请你，没想到底了拄到你。有乜嘅事情啊？迄位到注册费嘅事情，我老生人哋讲过咧，过2年后我会叫啦。迄尾生意呢，伫好到乱讲嘛该啊？就迄因为顾查妹马家也唔讲，我怎要来请你？顾先生，你迄唔迄有嘛个困难？你讲出来，无听错，我做啲天数。唔爱用啦，我先天数，老你叫4年嘅学费，好无？做唔得啦，本身嘅图书吼，迄个了到做阿爸嘅前因啦，无需要二天数啦。哥讲，本批嘅学生知道，行到学费吼，迄先生天数计划，记得有嘛个面子伫好教啊。我想过嘅人哦。人穷志不穷，绝对做唔得老外人家钱的。试试看咯。这是不是林老师啊？嗯。旁边那个跟他讲话的呢？那个啊，是你们班上古阿明的爸爸。讲来讲去，你就迄位到面子，佮说唔加出陪你嘅天数。顾先生，你都有困难嘅时节，附上天数本来就会应该嘅，你为了面子。本4年呢，才好高度，担心缴学费，无心情读书，按样4年呢也唔好过啊。无按样啦，我先借你丢钱，就当做系出口贷款，等你有钱时再还我。先生啊，你用拿钱出来哈，迄本来无面子黑毛。我老人讲啊，钱唔系万能的。假使无钱，也千万做唔得啊，顾先生。你个时节，也系面子冲腰，也系读书冲腰啊！外父卡个事情啊，我其他会处理啦，唔是你来插手啦。顾县长，顾县长，哎，郭老师，你要做什么？林老师刚刚是不是要拿钱给古先生啊？是学费的事吧？不错嘛，他们刚才站那么远，你还看得出来他们在讨论什么事？那我们不是应该去帮忙说服古先生吗？省省力气吧，学费他经常在应付这种事情，他自己就可以处理了。林老师都一直那么关心学生了。不过在我看来，那是多管闲事，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专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哎，你怎么这么说啊？哎，你可不要以为我是不负责任的老师哦。想当年，我也是满怀热情执教编的，可是日子久了，你渐渐就会了解，什么叫做心有余而力不足。琳娜，多吃一点。琳娜，辛苦你了，把大山照顾得这么好。大山是我的宝贝孙子，当然是要照顾啦。对了，这次回来带了一些鸡精，回来给伊娜。喝了这个，对身体很补。伊娜，你一定要早晚喝，身体才会更健康。干嘛那么浪费钱？你们在台北工作很辛苦，
节省一点呐。妈，你没有忘记你答应我的事情吧？你说这次回来你要带我去台北跟你一起住。大三，这是妈妈从台北带回来的卤味，很有名哦，很多人排队买呢，你赶快吃。伊娜，你也多吃一点。哦，好好吃哦。妈，快吃快吃，吃完了饭再说。哦，好。也是饱嘞。吃饱嘞，家长去洗身，洗身好诶，家长去写功课，等一下我要检查哦。阿爸，俺去洗身了。查某呀？阿爸根本嘢吼，上钓到了钓钱啦。阿爸，冇关系啦，也条钱先帮阿明交学费啦。看你给恩用啊喏。我位老先生讲，帮我慢一点再交钱。阿爸，这个先生年轻好，佢一定会答应我啦。阿爸，你手唔好，担心我的事啦。查某呀？我永远按晓得某嘢吼，我当欢喜啦。看不阿爸一时的时间啦，我会想办法的啦，好。这个傻孩子，为了怕你们跑掉，以为睡在这里，顾着你们就没事了。也真为难孩子了，还这么小，就要跟爸爸妈妈分开。也没有办法，
山上工作太少了，你们也只好离开家乡啊。不过你放心，我还能照顾孩子，你尽管放心的去外面工作吧。大山，你知道妈妈好想每天抱着你睡觉，可是我做不到。大山，原谅妈妈，不能陪着你一起度过童年，对不起。茶妹啊，这多点的，这饭都还忙中好，夜饭也还忙食，还这样的，无啊，夫妇唔出嘞。哦，还有茶叶哈。阿爸在飞，阿爸在飞。还见啊。阿姊，你娘子总来干哦，你唔带片档哦。阿根本夜无输爽啦，做唔得去上课。阿个先生问，唔去安阳老记讲哦。你那边无输爽啊？规身拢无输爽啦。冇发烧啊！你大摆无输爽都含我以后个上课诶。你讲你爱咪好去？都梁全勤奖个啊！哎哟，拢冇按到的啦。阿个现个注册费，根本日我去交钱，我生意数好。耶，有钱喽！诶，阿姊，给唔给嘞？人过2日，咱我去交钱啦，对啦，上课诶。哦，上课题目。题啦。我生意对的哦。题啦。阿姊看起来，我冇输送嘅用嘅啊。大山，起来吃早餐，准备上学啦。爸爸跟妈妈呢？吃早餐，来，吃早餐。爸妈，妈不，他们要逃跑，对不对？让妈妈安心的下山工作吧。我不要，他们说要带我走了，他们说好不要离开我的。宋爸爸，宋妈妈，他们怎么可以骗我？爸妈，大山，大山，大山。
周阿三，你要去哪里？这孩子跑得还真快。不对啊，他跑这么快，要去哪里？该不会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吧？是太想小孩啊！真的是大山哎！妈，你怎么可以骗我？我讨厌你们！我讨厌你们！你在做什么？大山跌倒受伤了，你冷静一我要点下车，你下车我们就走不掉了啦。我们是真的没有能力把小孩子放在身边啦，我这样做是不得已的啦。大山，你要给妈妈一点点时间，总有一天，妈妈会赚很多钱，然后回来跟你一起住。大山，请你要原谅妈妈。大山，好了，不要再追了。老师，妈妈怎么可以骗我？她说还要带我一起走的。大山，大山，你这个孩子，你吓坏麻木了。你不想待在山上跟麻木住在一起吗？我喜欢麻木啊，可是我想要一家人在一起。我为什么不能跟其他小朋友一样，可以跟爸妈在一起？大山，抬头还不准哭。我问你，你想早一点跟家人在一起生活吗？好，老师教你一个方法，只要你每天努力练习跑步，如果有一天你追得上公车，你就可以跟你妈妈在一起生活了。真的吗？追得上公车，就追得过一切啦。你只要争气一点，很快就可以跟你的爸爸、你的妈妈、你的妈母全家人在一起生活啦。所以你现在要加紧练习跑步，知不知道？练公公秀才郎，對阿媽個連頭，連頭愛種叫菜，叫菜打嘅錢打，錢打滿錢你跳頭，頭嘅你馬不查蟲，蟲嘅拿來偷叫絲，蟲嘅拿來偷虎苗。阿敏，林先生，领起来，佢根本都无来上课。佢講佢冇上課。乜解？佢無平的啊？就像黑吧。李老师，你照顾阿明什么事啊？问他姐姐的事情。哦，阿明，这是你的学费收据，记得给爸爸哦。好，
胡阿敏，你缴费啦？嗯。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没事。上这种的。唱没有唱音吗？倒车。我出来了。调干娘，请问一下，你请水饭讲吗？哎呦，你看没落句的么诶？你做嘛唔好好读书，我就请做洗碗工咯。我钱需要钱，没钱出做唔得注册。调干娘，拜托我外地来打工啦，我妈给都会做啦。好啦，啊，既然安尼啦，无签是做个人工啦，无该我人也细细啊咧。倒车，调干娘倒车。高老师，在忙哈，改作业。主任，没事，坐。嘿，这谁画的？林志宏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一看就知道，这个本校啊，就有林志宏同学啊，有这种水准。你看，把这个人啊跟物啊画得栩栩如生，不错。哎，如果说找林志宏同学代表本校参加美术比赛，一定可以为校争光啊！主任，你想派林志宏参加比赛？怎么？你有意见啊？我觉得林志宏的确是画的还不错，色彩运用的恰到好处，可是还是笔触稍显生硬，而且缺乏了创造力。严格说来，我不认为他是最佳人选。你看看，这么优秀的小孩被你说的一无是处啊！你知不知道他是谁的小孩？他是林议员的儿子，你居然敢这样批评他？主任，我只是单纯的表达自己的想法。美术创作本来就是一个人的喜好做定论，我喜欢谁的作品或者做怎么样的评论，是我自己的自由。如果作者的身家背景可以成为评分标准的话，那岂不是有失公平了吗？哎，你是懂还是不懂啊？我看你现在年轻人就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啊，讲的是头头是道，口沫横飞的，你到底懂什么呀？如果你真那么厉害啊，你为什么不敢接美术班啊？你不敢接美术班，我告诉你为什么？你就是怕别人识破你是空有学历，毫无实力，对不对？主任，你说这句话什么意思？郭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我的脚踏车好像有一点毛病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不是，我在跟他训话。不好意思，主任，走了。我还没讲完呢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初出茅庐，什么都不懂，不听老人言，你吃亏在眼前。脚踏车根本没有坏，我是故意拉你出来的。王老师，
主任他人其实不错，只是心直口快，比较容易得罪人，你就不要跟他计较了。不会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刚才我看你对美术还蛮有一番见解的，为什么不进美术班？这其实都是个人因素，你就别再问了。我倒是要真的谢谢你，刚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冷静一下。不用客气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佳佳。哎。是可以啦。好啊，好。好，拜拜。谁啊？女朋友？不是啦，他是我台北的朋友，想托我带点这里的名产回去。名产？用两种生物性的配方来煮弄海哈，长草。顾先生，林先生，你要手迄你处理事情的方法。你讲嘛解啊？顾参委做嘛解无来上课，迄你唔本记去上课迄么？你今年爱面子，三不管3年个将来咩？参委无去好教，你唔知？用会呢？去按好读书的人，连保票就唔肯参加的，因为无去上课呢，挨去寻去。迄到底迄样办哦？顾老师。我来这里是想问哪里可以买得到茶叶，没想到可以碰到你。你也听到我们的谈话了吧？嗯。而且我也听说，你对学生们念书的事情十分重视。上次开教师会议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你跟主任争论，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哦，你对学生的事情真的是不遗余力。我能帮的毕竟有限。这边有些偏远地区的孩子，都是因为家庭经济因素，导致他们不能继续求学。每次开学，我看到1、2个学生没来，心里就像被割了一块肉一样。我不想再看到有学生不能毕业，尤其是那么爱念书的古茶妹。如果连她都帮不了，我会非常的自责。有些老师遇到这种事情哦，选择眼不见为净，你却从不放弃。或许是对教育还有一份热情吧。教育的热情。是啊，每个想做老师的，一定都对教育存有一份热情。难道你没有吗？要不然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还有事，我先回去。顾老师，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？难道你想当什么样的老师？你对教育有没有热情？你自己都不知道吗？恕我冒昧直言，很多人都以为这边是偏僻的城乡小学，以为来到这边很好混日子。如果连你也是这么想的话，那么会对你非常失望。这边的孩子都是上天赐予的宝贝，所以请你用热情去灌溉他们，好吗？哪怕你只是一个代课老师。哎，老姑呀！哎，你去哪边咯？有看到我参委吗？没看到啊。你这段时间没读书没？哦，什么意哈？哦。同阿娘啊？哎。有看到俺不看个顾参委吗？没看到嘞。没看到。哎，没看到哎。什么意哈？佢冇財富卡，又冇去好教，到底去哪位呢？
参妹啊！阿爸，你去我教，你去我冲啊干呢？想赚钱以后可以上课啦。来转啦！唔该啦，参妹啊，来转啦！转啦！看到冇？转！唔敢要落街，做乜偷偷摸摸？你喊人喊捱啊！佢人去多些啊，做一件做些，你唔講捱講你啊！你講捱呀？我是要用天數呢。捱！阿爸，阿爸唔好攞罵人啦，係拜託條緊用本嚟做事嘅啦。罵人做人出來做些呢？想要分擔阿爸嘅壓力，我可以明年揾錢存唔過去，行我總係能夠飛，我真見錢艱苦呢。阿爸，我做得起個做事，起個做起個嘅好飛啦。參妹啊，你要用做，也沒天當地道，永遠捱嘅。好嘞，你看伢爸發啦，呀，給你工錢，拿去了，去了，走。什麼？參妹啊！你的心意哦，阿爸知啦，也係最尾一擺，下擺啊，下擺做唔得安樣，點冇？莫叫啊！喂，莫叫，來真。每个想做老师的，一定都对教育存有一份热情。难道你没有吗？要不然为什么会来这里？我怎么能告诉你？其实我只是在逃避。其实我想为我的故乡能有一点贡献，我想培训一些运动选手。这边的孩子都是上天赐予的宝贝，所以请你用热情去灌溉他们，好吗？哪怕你只是一个代课老师。阿爸阿姊，你的去那边啊？我去那边啦，都是要来哈。阿姊去煮饭。错嘞，阿姊，根本日啦，你的情商就来亲爱呢。根本啊，你都在那边冇输送啊。娘，啊，唔講啦。娘只唔係業務輸送，佢係冇錢煮菜，唔敢去讀書啦。啊？阿爸的錢啊，搶啦2、3年夠啦。娘只本以前去讀書，阿明啊，你也是哦，你要記得，你假使唔好好讀書哦，唔但係對我唔起啦，也對唔起娘子啦。聽到冇？係啲咧。參妹啊，我不拿把日時嘅時間，拜一啦，你係咪要去讀書哦？聽到冇？阿爸，唔好再去做事咧。你兩啥？真嘅愛聽書啊！了日啊，落去茶園欄外聽書哦，做茶蟲，聽到冇？
阿爸阿明的工作都按辛苦，要么很苦过，唔用的这样做一下，就还用呢。好啦，我知啦。我知，我正经听那东西啦，做得去看一下么？难死鬼，去啦。你想我交你阿讲啊，不过你还无强硬。你老爱注意下诶，某件事情啊，我就做得做啦。好吧，看哪个情况啊？拜托哈，下家来啊。老母，你爱人买茶啦？买茶？我冇买茶，打唔出天花啦。你阿这样吼，来讲唔清楚，你这个来讲，你这个来讲。喂，喂，哎，我是啦。对不起啊，我是茶农，我只种茶不卖茶。我是可以跟老板说啊，留一些我自己卖啊，可是那个数量并不多哎。马哥啊，你要跟我订下一季的茶啊？你还要先付我定金啊？站长，这个麻烦您签一下。谢谢。校长，这个有关这个美术选手班的事情啊，我想啊，郭老师有事吗？校长，我有事想跟你商量。好啊，你说。我决定了，我愿意接管美术选手班。我不晓得现在说来不来得及。当然来得及，我正在等你这句话呢。谢谢校长。老师好，经理，经理，老师好。坐下。我们翻开课本第6页。报告，顾长妹。先生，拍摄我迟到的，因为我听我去叫钱。你系司机，先生，我做来送好咧。再去筹备。嗯。哎，郭老师。马老师有事吗？最近乡镇运动会快到了，所以我最近想密集训练周大山练习跑步，好让他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。所以我想跟你调几堂课。好，没问题。我课表就在这，你看一下哪些要调课的好了。那自习课可以吗？礼拜一的话，你要调哪一堂？那自习课可以吗？高老师，高老师，我听说你已经接管美术选手班啦。是啊，怎么消息传那么快？在这学校里面呢，没有什么消息逃得过我的耳朵的。你要接管美术选手班，可是教务主任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哦。拜托，教务主任他哪里适合啊？我觉得我们郭老师年轻有为，而且又是本科系毕业的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带给我们学校的学生一番新气象的。你真是太看得起我了。其实什么都还没有开始做，结果会怎么样也不知道，我就尽力试试看了。你太谦虚了，有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？我一定鼎力相助。其实我现阶段需要各位老师帮忙的，就是从各班挑选出愿意参加美术班的小孩，说不定可以发现一些有潜力的同学吧。没问题，只要我们有心啊，一定可以帮得上他们的。等一下中午你要去哪里吃饭？我不知道哎，那
我好想人吗？你妈妈不是过一阵子就会回来了吗？哪像，我妈妈已经不在了，我再也见不到她了。但是你还有姐姐啊，你姐姐像你妈妈一样疼你呢。你哪木不是也很疼你吗？也对啊，可是还是不一样啊。哪里不一样？你讲的不对啊！喂，国民，上课好好去做。好嘛。哎，林志豪，你是班长，你最聪明了。这节课是综合活动，你猜老师给我们上什么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起立！起立！老师好。各位同学请坐。我们这一堂课呢是综合活动，老师刚刚决定啊，我们这一堂课就不在教室里面上，我们到校园里面去走一走。耶！同学们不要吵，老师要你们去校园里面走一走，是要你们写生。各位同学，秋天到了，老师呢想利用这个机会，看看你们眼中的秋天是什么样子，所以你们就要用最快的速度把你眼中的秋天画下来，这样好不好？好。画图哦，我最不会画图哦。我这里比较快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快点！老师好，我是老师啊。周大三，现在上课时间不在教室，怎么跑出来嘞？是老师叫我们出来的，他叫我们出来寻找灵感，对不对啊？寻找灵感。林志宏，怎么都没有在画呢？我不知道我要画什么嘞。你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嘛。老师要你们做的是即兴画图，没有要打分数啊。老师只是想透过图画来了解你们，放轻松嘛。郭阿明，你这画的是什么？画我们家的泽彩啊，脚彩。就是我家的猫啊，招财就是泽彩。可是你家的猫为什么毛只有一半啊？老师，你一定没养过动物对不对？是没有啊。一到秋天，天气就会变冷，猫就会开始掉毛。我姐姐说，动物也会换季哦。就像人也会脱皮一样嘛。你观察的还蛮仔细的嘛。可是你们家招财真的有掉这么多毛吗？其实也没那么多啦，只是我怕它掉很多毛，就会变成这样哦。很有想象力。所以照你这样说的话，你们家招财是彩色的喽？怎么涂这么多种颜色啊？因为我的彩色笔没水了，我爸没钱给我买彩色笔，这是林志宏用不要送我的。难怪你画的那张狮子看起来颜色这么单薄。狮子？对啊。吴阿美，你知不知道你家的一张图画在你的作业本里面？哦，难怪我找不到。老师已经帮你收起来了。你为什么会想到要画舞龙舞狮呢？因为庙会那一天，我姐在裁员工作，没办法去看，我特地画给她看的。我爸还说我画的不好，他比较喜欢你的画。你把我的画给你爸爸看了？
对啊，他要跟人都会学习。郭阿敏，你是真心的喜欢画画吗？当然喜欢。老师，我那天看到你在茶园里面画图，好酷哦！我长大也想跟你一样，当一个很会画图的老师哦。可是当一个很会画图的老师，其实很辛苦的。我不怕。好，那你要加油，我等着看你的大作。没问题，我一定画一幅很棒很棒的画给你看。出去！你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给我不要！出去！我老师干嘛给你熊草啊？你阿飞唔会受伤咩？马老师，你不要生气啊，是我说要这样做的，你不要骂郭老师啊。你现在立刻去给我跑20圈，再去给我跑20圈，去！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？你现在直接告诉我，不要把气发泄在小孩子身上。我在教学生，这里不要插嘴，你教不教你啊？